大家。好，好的，我们等一会儿还会再补拍其他的话。却是没绝口，却是没承诺，连你说我的话不去做。所有人都说，所有人都错，我的眼被淹没，是你悲伤，自己来扛所有爱的遗憾。我的朋友都有理由，一直让我热泪伤痛，越想越痛。但是呢，这个互动网站公布了之后呢，没想到吓到了很多 Julia 的朋友。对，很多人造型师还密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然后我隔天还看到 Ocean 早上在 Instagram message 我，他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的整张专辑在外面？然后后来他知道是是一个体验，所以高尔宣也有特别来关心你一下。对，他还说他自己有点鸡婆，管那么多事情。听说他是一早啊，好像是留个语音留言给你。语音，然后早上刚睡醒的声音嘛，一听出来就是没睡醒。没错，可是吓到了。对，他说 Julia 不行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。对，马上就通知我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义群先生来送上超大的平安符，这真的是行天宫的平安符哦啊！送上这个平安符，感谢 Tower， 这样 Tower 笑一个嘛。目前这个蛮有创意的宣传，自己帮我们讲一下。这一次我觉得是玩一个比较网络互动体验，对，因为当时真的大家的反应真的觉得是被骗到了，但是我又觉得是个小小的惊喜，可以给他们这些之前没有机会发表的歌，因为这一次专辑里面实在是塞不进去了，所以还是觉得是一个小小的礼物给粉丝们，对。然后结果后来去自己的账号反而被盗用，其实是蛮惊吓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准备要开始宣传专辑了，然后已经要一些 MV 已经陆陆的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还要放新的 MV， 刚好那个网站的那个账号是连着我的 YouTube 的频道，所以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到那里面，我就很害怕大家会故意把我的影片下架或者怎样的，所以当时还蛮紧张的。有谁让你失望？帮我们讲一下，这歌名超特别。这一首歌其实是我制作人 Terry 老师写的，他写了之后，我就问他一样的问题，我说到底是谁让你失望到你可以把这首歌写这么悲伤？那他就说他其实也有蛮多的人生经验了嘛，他觉得这一路走来也有失去掉一些朋友，但是也有得到很多收获，所以就是把他的一些感想写进去。